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應對連續射門嘅訓練。呢個訓練可以有效提升守門員連續撲救嘅能力。喺比賽入邊，對手有機會喺射門後，因為守門員嘅格擋或者中柱而重新獲得球權進行射門。呢個時候就十分考驗守門員嘅連續撲救能力。呢個訓練模擬咗守門員格擋第一球之後倒地，馬上起身格擋第二球嘅情形。因此守門員需要快速起身進行撲救，希望透過訓練令守門員早一步適應連續格擋情況。守門員可以將訓練分為5球一組，進行3組。今日有關守門員連續撲救嘅訓練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